这样的歌应该很屌吧？下酒哎，欢乐饮酒歌。他可以带你的，如果你们认识阿公的，阿美族阿公阿妈带去夜店，部落可以开这种夜店，对不对？阿公我带你去夜店哦，有没有？看了一天，好吗？很奇怪哦。好啊，我希望啊，如果你看什么印度电音都可以流行的，对不对？原住民电音该也可以哦。你觉得呢？还是我破坏了原住民的单纯？原住民不单纯，不要音乐无国界，就是用音乐打破别人的隔阂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好，今天我要介绍我的部落弟弟苏斌，苏哥。就刚刚那个在 MV 里面被人家骂的那个，就是他的歌啊。长大了，那时候他才高中生，现在已经当兵退伍了。我老了，快5年就过了。哎，我们唱一首歌叫年轻人吧。你觉得你干嘛要放那个 MV？ 改乐语你听过吧？刚刚有听过吧？对不对？那你们帮我唱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我唱改乐懂吗？改乐中文的意思就是那个美少女的意思，美少女的。跟我一起学改乐音的。改乐音。Bonjour， 改乐音。很法文哦，很时尚哦。假的法文，在阿美族的。哦，唱嘿呦的时候帮我回答改乐。嘿呦。改乐音。我们噶乌拉汉，嘿呦。改乐音。我们噶乌拉汉，嘿呦。改乐音。我们噶乌拉汉，嘿呦。改乐音。我们噶乌拉汉。哦，很简单吧？听不懂的交给我。好，我一样夜店咖，好夜店咖。DJ 可以哦。